好啦，我哋今日嚟睇呢個2021年初三第二段嘅數學機02啦。咁首先填空第一題，如圖一，圖一喺呢度啊，半徑為4嘅圓 O， 弦 AB 呢係4跟3，問呢個弦心佢。咁我哋睇到呢幅圖啊，半徑係4，弦 AB 係3，我哋見到有弦係咪？有圓心，我哋就會作呢條垂直啦，係咪？因為弦心佢就係從圓心作呢條弦嘅垂直啊嘛。咁依家我哋知道半徑係4，我哋就會將 OA 同或者 OB 相連，咁連邊個都得嘅。連咗之後呢 OA 就係4，而我哋嘅垂徑定理會將弦 AB 平均分為兩部分，而 AC 呢就係佔2跟3。咁呢邊係4，呢邊2跟3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勾股定理係嘛，求出我哋嘅 OC 就等於2嘅。咁第二問，我哋要求弦 AB 所對嘅圓心角。咁圓心角弦 AB 所對圓心角其實就係角 AOB 係嘛？咁由於垂徑定理，我哋要三線合一將佢平分，所以我哋只需要求出 AOC 嘅度數再乘2就可以啦。咁對於我哋呢個角嚟講，我哋可以用翻 cosine 啦。比如話我哋用 cosine 角 AOC，cosine 角 AOC 呢，佢係等於我哋嘅 OC 比 OA， 因為係鄰比斜啊嘛。好，然之後呢，我哋將數字代入去 ，OC 比 OA 就係2比4，咁實際上就係1/2。咁 cosine 60度係會等於1/2噶嘛，所以呢邊60度。咁呢隻角都會係60度啦，所以成個圓心角 AOB 就係120度。好，第二題，如圖2 AB 係圓 O 直徑，咁見到直徑一定要圈起身咯，直徑所對圓周角係90度。而家 CD 呢係圓長兩電冇用，角 CDB 係30度，我哋圈一下，呢邊就係30度。咁 BC 係6，呢邊就係6啦。問 AB 嘅長，其實就係問直徑。咁如果問直徑，我哋肯定係先從我哋嘅度數出發。咁既然角 CDB 嘅度數係30度，咁佢所對嘅弧啱好係 BC 弧係嘛？咁 BC 弧佢有冇所對嘅圓周角或圓心角呢？其實係冇嘅。但係我哋啱先講過，見到直徑，我哋要諗到直徑所對圓周角係90度。咁我哋就做一個圓周角出嚟啦。我哋連接 AC， 我哋就可以發現角 ACB 就係90度。同時連接 AC 之後呢，我哋發現 BC 呢條弧所對嘅圓周角多咗一條，就係角 A。咁角 A 就會等於角 D， 就會等於30度。並且呢邊係90嘅話，呢邊就係60啦。咁30、60、90度嘅三角形，我哋會有30度所對嘅邊係斜邊一半。咁30度所對嘅邊係6啊嘛。咁斜邊佢屬於斜邊一半，所以斜邊就要乘翻2，所以就係12。好，第三題，公形 ADB。咁對於公形 ADB 嚟講，我哋有 AB 係16啦，半徑係10啦。問我哋嘅高 CD 係嘛？咁其實呢個呢，又係屬於我哋第一段機力嘅內容。我哋見到呢幅圖，我哋就會連接 OA。咁連接 OA 之後，我哋話半徑係10啦，呢邊10，呢邊都等於10。然之後呢，再作，因為佢係高啊嘛，佢呢邊係自然就係有垂直嘅。咁垂徑定理 AB 16平分為兩段，呢邊就係8。咁呢邊有8，呢邊有10，呢邊有垂直，我哋就要諗到勾股數680。所以 OC 嘅距離就係6，結合我哋啱先條件，半徑係10嘅話，我哋就可以知道成段 CD 呢就係16。好，第四題，我哋以往做嗰啲內接四邊形呢，都係俾出角嘅比例，依家佢俾出弧嘅比例，咁我哋再睇下 AB 弧係2x 啦，BC 弧3x 啦，CD 弧係5x 啦。依家俾出咗角 BAD 係120度，咁我哋睇到角 BAD 佢所對嘅弧其實就係 BCD 弧。咁對於呢段弧嚟講，佢總共係8x 係嘛，3x 加4 5x 啦。咁弧嘅度數對應嘅係圓心角度數。咁依家我哋嘅角 A 係圓周角，所以我哋要同佢乘翻2。
所以8x 咧係等於240度嘅，解出我哋嘅 x 咧係等於30度。咁每一個 x 對應係30度，咁我哋嘅弧嘅度數咧就可以分別得到啦。依家我哋要求嘅係角 ABC 嘅度數，咁對於角 ABC 嚟講，我哋所對嘅弧咧係弧 ADC， 但係我哋只知道 CD 弧，唔知 AD 弧，所以咧我哋會諗到圓內接四邊形對角互補，咁我哋可以先求出角 D 嘅度數啊嘛。咁對於角 D 嚟講，佢所對嘅弧應該係弧 ABC， 弧 ABC。咁呢個時候弧佢對應係 5x， 因為係 2x 加 3x 啊嘛，就係 5x。咁 5x 每一個 x 咧係30度，咁 5x 就係150度係嘛？咁角 D 佢所對嘅弧就係150度，但係咧角 D 佢又係圓周角，所以呢邊應該係佔75度先啱。咁圓周角呢邊係75度，咁同佢嘅對角互補，呢邊就係105度啦。好，第五題咧，佢話一條弦將圓周分為5:7，問呢條弦所對嘅丘弧度數。咁我哋成個圓弧嘅度數係360，依家分為5份同埋7份，咁總共咧就係12份。咁依家丘弧所對嘅度數肯定會更加大啦，所以佢對應係12/7。咁總嘅係360，佢佔12/7，咁求出嚟咧佢就係210度。好，第六題咧呢邊都有圖啊，佢話半徑2022 cm 嘅圓屋啦，同時弦咧都係2022。咁我哋畫出圖咧，我哋可以見到佢弦2022啦，半徑都係2022係嘛？咁半徑同弦相等，並且兩條半徑都相等，所以其實佢係一個等邊三角形。咁既然等邊三角形，我哋嘅角 AOB 就係60度。咁既然角 AOB 60度，圓心角係60度，咁呢個時候同弧所對嘅圓周角咧就會係30度。好，第七題佢要我哋求呢個自變量嘅取值範圍。咁自變量取值範圍咧，我哋就要揾啦。首先有根號下咧，我哋係需要大於等於0嘅，所以我哋有一個 x-2 要大於等於0，同時分母係唔可以等於0嘅，所以我哋還有 x-1 不等於0。好，咁我哋分別解出嚟，分別係 x 大於等於-2啦，同埋 x 不等於1。所以向呢個範圍當中就係 x 大於等於-2且 x 不等於1。第二個選擇題啦，咁選擇題你睇 M 咧係第三象限 ，M 到 x 軸距離係4，但係到 y 軸距離咧係3。問 M 嘅坐標。咁首先我哋畫幅平面直角坐標係啦，已知佢係第三象限，我哋就假設 M 點係向呢個位置。咁 M 依家到 x 軸距離係4，呢段就係4啦。而到 y 軸距離咧係3，即係呢段係3。咁由於我哋係一個畫出虛線咧，我哋就話呢個四邊形其實係一個平行四邊形，所以呢一段距離係4，呢段距離係3。咁我哋睇翻從原點到我哋呢個點嘅位置，其實就係佢橫坐標嘅位置 x。咁佢長度就係3，所以我哋嘅 x 坐標就係-3。咁 y 坐標咧同樣對過嚟係嘛？呢邊係4啦，又因為佢係第三象限，所以佢嘅縱坐標就係-4。好，第二題 A 小於0 B 小於2022，問 A 同埋 B 減2022向邊個象限？咁我哋話象限咧，我哋就要睇翻橫坐標同縱坐標嘅正負，係咪？咁首先 A 小於0啦，呢個係負㗎，係嘛？同時我哋要判斷嘅係 B 減2022究竟係大於0定係細過0？咁對於我哋嘅 B 嚟講啦，B 小於2022，咁依家出現咗 B 減2022，我哋就要將2022咧移項過嚟。
以後過嚟咧，我哋發現係 b 減2022就會小於0，所以其實兩個都係負嘅。咁既然橫縱坐標都係負嘅話，佢對應就係第三象限。好，第三題俾出咗 A、B、C 都係原相啦，已知若角 ACB 係40度，問角 AOB 嘅度數，問度數先睇弧啊。咁角 ACB 40度，佢所對嘅弧係弧 AB 啊嘛。咁同時呢個弧 AB， 我哋對住嘅 AOB 係一個圓心角，而我哋知道嘅40度係圓周角。咁同圓中等弧，佢對住嘅圓心角就係圓周角嘅2倍。咁既然呢邊40度嘅話，呢邊就係80度。好，第四題，佢問當 x 為何值嘅時候 ，y 等於 x 平減 x 減6的函數值為0。咁函數值咧就係指 y， 咁我哋就令 y 等於0，代入去 x 平減 x 減6等於0，咁十字相乘就可以解出 x 等於-2同埋 x 等於3，所以咧呢題我哋就係揀 B -2或者3。好，第五題，在圓 O 中，弦 AB 所對嘅圓周角會點樣？咁我哋第一反應肯定係互補啦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其實睇翻選項咧，我哋有相等同埋相等或互補，所以咧我哋再驗證一下，我哋究竟幾時會相等咧？其實咧就係 AB 呢條弦佢充當直徑嘅時候，呢個時候佢哋兩條弧係相等嘅，咁弧相等所對圓周角都會相等，所以呢題咧就係揀 C。好，第三題，第三個解答題1。咁預圖咧佢俾出咗直徑 AB 係12，咁直徑 AB 12嘅話，證明半徑 R 就係6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有CD 係弦 ，CD 又垂直於 AB， 所以我哋一定會有垂影定理出嚟。咁其實見到呢幅圖，我哋就會諗到連接 OC 同埋連接 OD 啊嘛。兩個都得嘅，並且咧有 BP 比 AP 咧係1:5，所以咧成個直徑分為6份，係嘛？咁呢一份咧佔5份，呢邊佔1份。咁依家我哋要求嘅就係要求翻 OP 同埋 CD 嘅長。咁我哋可以先設啦，我哋可以設 BP 係 X， 咁 BP 比 AP 係1:5，咁自然 AP 就係5x。所以呢個時候我哋成段 AB 咧可以分為兩部分，一段係 BP， 另外一段係 AP。所以 x 加 5x 就等於12，解出 x 就等於2，每一個 x 就係2。並且咧，我哋嘅半徑就係6啊嘛，呢個係會知㗎啦。好，呢個時候我哋連接 OC。咁連接 OC 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睇到OB 就係我哋半徑啦，半徑係6，而 BP 咧佢係佔咗2，咁自然 OP 咧佢就係4。咁 OP 已經求咗出嚟，再睇 CD 啦。CD 其實就係求呢條弦啊嘛，我哋就係運用翻我哋嘅垂影定理。咁既然半徑係6，呢邊係4，我哋可以用勾股定理求翻我哋嘅 CP 係2/5。咁既然 CP 2/5，我哋通過垂影定理可以得到 CP 等於 DP。咁呢邊2/5，呢邊都係2/5，所以成段延長 CD 就係4/5。好，嚟第二題。第二題咧，佢話 B、C、D、E、F 啦，都喺圓 A 上邊有三段弧相等，並且俾出咗角 D 係160。咁條件咧其實比較少啦。咁我哋睇下先問咩啦？第一問就係求弧 EBC 嘅度數。咁弧 EBC 咧其實就係呢一段。咁其實我哋啱好對住嘅圓周角就係角 D 係嘛？咁由於我哋圓周角係160，我哋所對嘅弧咧係圓周角嘅2倍，所以弧 EBC 嘅度數就等於320度。呢個就係第一問。咁第二問要求劣弧 CD 嘅度數。咁劣弧 CD 度數，我哋可以通過咩方法去求咧？由於我哋求咗出嚟
弧 EBC 度數係320啦，係咪？咁成個圓佢係總共360啊嘛，呢邊佔咗320，咁上邊呢個部分 EDC 弧佢就係佔40度啦，冇問題啊嘛。咁既然弧 EDC 係佔咗40度，咁剩低呢個弧 CD 呢，我哋可以通過弧相等啦，同佢平分兩部分，咁弧 CD 呢就係20度。好，第三題，求角 D 嘅角 B 嘅度數，咁角 B 一般求度數我哋都係睇弧嘅，咁角 B 所對嘅弧就係弧 CF。啱先我哋有講到三段弧呢係相等，呢邊20，呢邊20，呢邊20，咁所以弧 CF 嘅度數就係60度，所以佢所對嘅圓周角度數角 B 就係佔一半30度。好，第三題畫圖題，咁畫圖呢，佢冇俾出 x， 亦都冇俾出 y， 咁我哋就假設 x 為-2、-1、0、1、2啦，咁得出嚟個 y 呢，就係-6、-4、-2、0、2。咁第一題呢都好簡單嘅，咁我哋描出5個點之後，我哋記得要畫圖喎。我哋描出5個點，譬如話 x 等於-2嘅時候 ，y 就等於-6。x 等於-1嘅時候 ，y 就等於-4； x 等於0嘅時候 ，y 就等於-2。我哋將呢5個點描出嚟之後呢，同樣攞把尺相連，同佢連起身。連起身之後呢，記得同佢上下延長。好，咁量出我哋呢啲線之後呢，我哋做第二問。佢問點-2、-3向唔向圖像上邊？咁-2、-3係向呢個位置啦。咁呢個點好明顯唔向圖像上邊，所以我哋就係不作。好，第三問，當 x 取幾多嘅時候，函數值等於0。咁函數值等於0，其實就係 y 等於0啊嘛。咁向呢邊呢，我哋有兩個做法。第一個做法就係0，y 等於0，代入我哋呢個函數入邊，就係 y 等於 x 減2，代入 y 等於0。所以 2x 減2呢就等於0，x 就等於1。呢個係第一種做法啦。第二種做法呢，就係直接睇翻我哋呢個5點當中啊 ，y 等於0嘅時候 ，x 咪等於1咯。好，第四題問 x 幾多嘅時候 ，y 會等於大過0。咁我哋先睇等於0嘅時候，如果 y 等於0，佢其實就係我哋呢個 x 軸。咁大過0嘅話，其實就係我哋要攞上半部分啦。咁上半部分就係呢一段。而對於我哋嘅 x 嚟講，我哋如果攞上半部分嘅話，咁對應嘅 x 呢，佢就係右邊呢個區域。所以 x 大過1嘅時候 ，y 就會大過0。好，咁附加第一題啦。附加1，我哋向 C 處測到 AB 嘅仰角 ，A 嘅仰角係30度，所以我哋可以得到角 ACB 呢係30度。然之後呢，我哋往前行10米到 D 呢個位置啦。我哋就可以知道 CD 呢就係10。並且呢，我哋向 D 處測到 A 嘅仰角呢就係60度，所以呢，我哋可以知道角 ADB 係60度。好，咁依家我哋要求嘅係 AB 嘅高。咁呢題呢有兩種做法嘅。我哋先睇我哋呢種做法先啦。求 AB 嘅高，我哋可以設 BD 係 x 啦。咁設出 BD 係 x 之後，我哋講過30度向呢個30、60、90度嘅三角形當中，30度所對嘅邊係斜邊一半，所以我哋可以知道 AD 呢就係 2x。咁既然呢邊 2x 呢邊係 x 嘅話 ，AB 就係根號 3x。咁我哋嘅 x 同埋根號 3x 都係通過30、60度嘅條件得到嘅。咁還有我哋最開始嘅30度未用到，所以呢，我哋會睇翻最後呢個30度。對於我哋嘅角 C 嚟講，我哋知道對邊，知道鄰邊，所以呢，我哋會用到呢個 tangent 30度去做對比鄰。咁 tangent 30度呢，就係 AB 比 AC， 咁代數字入嚟就係3/根3，就等於根號 3x 比10加x。咁求出我哋 x 呢，就會係5。咁
AB 佢係等於根號 3x 啊嘛，所以 AB 就係5根3。呢種方法咧比較麻煩。好，咁第二種方法咧係咁樣嘅，第二種方法係咁樣嘅。由於呢邊30度，咁呢邊60度，咁其實呢個60度係三角形 CDA 嘅一個外角。咁外角呢個外角係等於不相鄰兩個內角之和，所以呢邊30度嘅話，呢邊都係30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會有等角對等邊，呢邊10米，呢邊都係10米。然之後30度所對嘅邊係斜邊一半，所以呢邊係5。咁勾股定理就可以求出 AB 就係5根3啦。咁第二種方法咧係相對嚟講快好多嘅。好，最後一題。AB 咧係沿 O 嘅一條弦啦 ，OD 垂直 AB， 所以我哋又會有呢個垂徑定理出嚟。咁第一問佢會講咗 AOD 如果52度嘅話，咁問翻角 DB 度數。咁垂徑定理我哋除咗平分弦，其實還有一樣嘢，我哋係會平分弧嘅。咁既然呢段弧係52度啦。佢所對圓心角52度啊嘛，亦都即係話 BD 弧佢對住嘅都係52度。咁依家我哋要求角 DB 嘅度數，其實就係 DB 弧所對嘅圓周角。咁弧嘅度數係52度，咁圓周角嘅度數就係26度，要減半。好，紅筆咧就係我哋第一問，藍筆咧就係我哋第二問啦。AB 咧係24，AB 24平分之後咧就係12啦。咁 CD 係8，呢邊係12，呢邊係8。咁如果我哋要求半徑長，我哋又可以設半徑為 R 啦，係咪？咁 OA 等於 OD 等於 R， 所以 CD 佔咗8，成段係 R 嘅話，咁 OC 就係 R 減8。所以喺呢一邊咧，我哋又可以用翻呢個勾股定理，係嘛？12平加 R 減8平。就會等於 R 平。咁其實我哋有直角，我哋一定會諗勾股數係5、12、13。咁5、12、13嘅話，我哋睇如果斜邊係13嘅話，呢邊 R 減8啱好係5，所以對得上。我哋求出嚟嘅 R 咧就係13啦。